就唱歌，也爱高兴嘅花。你知道吗？刚刚我跟那个翟秀老师说，好棒哦，我们有小林幸子了，我觉得很棒。20年啊，你们觉得他唱那个前奏一下来很娘？天啊！我比较怀疑你的性向。三姑娘啊，冲啊，心无开哟，无痛苦的心酸，闹热倒里台，闹热穷下台。哇，好嗨啊，好嗨啊！不用那么嗨哈，今天会有2位同学被淘汰啊。对，啊，少用你们的假嗨来掩饰过你们的紧张。好了，接受评审曲上来。一把手欣赏，齐这边欣赏，齐四边欣赏，罗桂丽欣赏。6强决赛比赛规则，1礼拜嘅分數留2禮拜嘅分數加起來，淘汰最大分嘅人，迄公平分就由1禮拜嘅分數交代嚟做比較。哦，今日比賽分數，我相信也制作單位有專業講過哈，規則能弄底啦哈。 2禮拜嘅分數加起來總分數嘛。但是萬一迄個是同分的話，2個禮拜加起來同分的話，而菜市1禮拜嘅分數較高。但是那個是2禮拜同1禮拜，分數共樣，還有2位有共樣的吧？用那個啥？分雙路徑了哈，不然你欣賞啊，對，好，這裡了解哈，好吧，加油！加油！好了 ，TV 啊 ，TV， 陳議員帶來，哎，米酒，小米酒。米酒爱米酒，有安多嘅感觉，我想爱对你讲，系想念嘅味道。一路算是唔留情，过来一生气，送上你，散掉浓你，爱心都动手里，你的改变和好梦。 有你做盼望，我希望你做得家家做来，强下有了。愛米酒，愛米酒，又急救在等候，偏偏就看夜光，將你把愛給生活。米酒，愛米酒，又安多嘅感覺。 我想會對你講，係想念嘅味道。呼下快樂，背下樂，都繼續送跳蛋。純愛讓你卡散，愛孤單一散。愛米酒，愛米酒，又急救嘅等候。 就看夜光，從你陪伴愛嘅生活。米酒，愛米酒，有安多嘅感覺。我想會對你講，係想念嘅味道。 哎，哦，助教你好，又是助教，哪里来的助教？老师，也是老师哦。没有，大学啊，大学的对助理在工作。那你是本身的学生的吗？没有，我毕业了。哦，你已经毕业了。工作对。所以你毕业以后，你就继续留在学校帮忙教授的一些。
对，哦，是没有想说出去外面找工作，有出去过了，出去过，然后又回来，对，又回来，还是这边比较好。对对，外面比较险恶啊。没有，回到学校比较单纯，嘿，也是啊哈，也是啊，做你喜欢的事情，唱歌。唱歌哦，冲亚数国位，然后冲亚数国位时间练冲亚数国位哦，你会学这样，就是模仿学习家乡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这首歌是爱米酒爱米嘛，酒就是你要爱喝米酒。你很爱喝米酒啊？你真的很爱喝？没有，就我原住民朋友他就会送我那个小米酒。对，然后真的搭配着喝，对，边练边搭配着喝，然后就还没练完就睡着了。所以剩下酒量有没有比较好一点？应该吧。你今天唱得很好呢，好喝。我来请一个花莲的朋友奖品一下。奖品，好来。哎，依云啊，我来讲哦，你在唱歌的时候，很用心的时候，当然咬字不好，这个是本来就这位老师一直在讲的哈，这个咬字不够清楚。还有一点是，我觉得如果没有弹吉他的时候，你对节奏的掌握就没有办法去做好，比如说身体不会动啊。所以你今天这首歌根本上就是，应该唱重拍的地方你都没有唱到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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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样的节奏。可是你的感觉就不是你哒哒哒哒哒哒这种感觉就不太对了哈。在这个地方，我是觉得在基本上就是和某州都亲厚了。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在定 key 的时候，我的感觉你应该没自己紧张，所以感觉你那个共鸣就不上不下。你应该唱歌的时候练习应该是最漂亮的音色，可是为什么比赛的时候音色是不对的哈？所以第二点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安子姐，谢谢。来，欢迎他加个分数啊。陈怡云的分数。好，92分，这个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哦！谢谢。好，花莲的朋友啊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还有娜娜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说，对啊，下礼拜见嘛。下礼拜，对。好嘞，撒下来。恰家去带来容颜。也较亲近总会记。最唯一拜见你见面，你小小的起伫门前，关灯爱夜行夜烟，不过爱离开你几多年，而你的心和黑念空片，看到你的头摇摇的面，层层的云，高安冬夜色包。水就不盼的，甲所有色彩无欺骗。虽然爱离开你几多年，而你的心还很一起空骗。留下给你的天堂的片，一本一个思念没不停，无爱比你更年可见，像一个。就看一个相片，留下给你的天堂的片，不是才个某次恋恋，爱会散漫个每一年，但爱你重逢见面的时间，爱听爱俩声音，一天会好好来，记得你。此生的永远。罗大哥好，海君姐。对啊，你也有看那个面嘛？你看他的脸哦，就是一副那种哪一种怨妇？那种尴尬，然后皮笑肉不笑，然后
紧张那种僵硬的脸。现在吗？哎，刚刚对呀，你刚刚怎么了？你那紧张啊？你看是吞口水吗？还是你要唱反拍？你那拍的。卡住，不知道为什么卡住了啦，本后连水干到了。出不来。一缸都出不来啦。我觉得是紧张。应该是你是紧张的关系。对啊。有一点，还蛮多的啦。因为在关键看你的表情就知道啊。对。表情真的好僵硬。但是他唱到倒数第2句的时候，我会吼吼的那边，那边唱的很有揪心，有救到你。对，有救到我。哦。就是那个好2个字。对，而且一 give me talk 要说国语好难哦。你唱到那音域太宽了吧？对啊，你唱到连哲伟老师又要哭了，他也想到粽子了，哎呀。哲伟老师，那个哲伟老师，朗东哭的那种哎，又是粽子的故事。他把他奶奶的粽子放在冰箱放了5年。3年。3年。3年。家婆。没有，就是阿婆。就是阿婆。对。歹勢特別唱那首歌曲的，線數都冇拿到按動高分哈。不好唱。我自家沒動到的時間，不見得會把這首歌唱得很好。但我先謝謝佳琪挑這首歌，你後面真的唱得比較好，你知道嗎？你為什麼要這麼緊張？是因為我在嗎？剛唔但唱係一定會好來，轉一看轉播的時間，等你重逢見面嘅時間，你倆記很濃倆記唱法、技巧、精神、密息，全部擴散出來到前面的話，這首歌我相信我們4位老師會給你滿分。我們很想要把你留下來，先姑且不說我們，卡到彈，還有後面你詞也唱，對，好，所以對於我來講，因為為什麼我們4位老師一直強調歌詞一定要唱對？因為這是對於每一個唱眾人的尊重。你下一歌曲不管喺哪一隻欣賞下一個位，你既然拿出來唱，表示你尊重他，也要尊重創作人。我覺得這是我要跟每一位唱衰家講，還有表演家講。鼓手講，這個是我覺得這是你犯的最不可原諒的錯，因為我覺得已經到了這麼重要的6強賽了，我們對你的聲音還有你的人。老師一直說你鏡頭上看起來好甜，然後羅老師說剛剛你那幾句真的有勾到他，因為這首歌真的很難唱，你唱到了，但是你犯的錯誤卻是最不可原諒的。不管你給不給留下來嘛，我們都是非常肯定你這陣子的表現。然後我希望你可以帶着你喜歡唱歌的心回來。還有我常常告訴你，唱歌，我覺得你今天感情做得很好，永遠你要記住我跟你說的歌的感情，還有。不要再囫圇吞棗了，好嗎？講話要講清楚，唱歌也沒有唱清楚。再次感謝你挑這首歌，但是分數怎麼樣？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咯，好嗎？加油！好啦，大家看一下分數哈，歡迎哈，來，大家分數一道分來。恰家嘅分數。要的分数今天应该是6强，比较困难了哈。没关系，老师讲的，一般有给比10个来编啊，那么超没，干嘛？而且一次比一次的那个经验会更丰富。对，然后你下一次来的时候，你就再把这首歌拿出来再唱一遍。好。好，因为我很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，对吗？好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方。好，那再来。你知道报名专线你知道吗？知道。能给38839。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？你说一下。就是每次来啊，都会听到很多，就是参赛者其实大家都很好玩，感情很好，大家都一起玩，然后一起进步。其实我们都会互相交流，你刚刚哪里唱不好，或是这个字，对，大家都会互相提醒。然后也很感谢4位评审老师，就是每一次这样子给的很多建议，对，我会再加油的。佳琪，我跟你说一件事哦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本你讲评出没有信心，我用老师讲过懂不懂边，
你厉害上，迄厉害流行的乐团歌坛里面最流行的声音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，把唱更多的歌，好不好？希望你再回来，好不好？加油，我等着你啊！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输掉了都不理我们，头一转就走了。好了，下一位，来，顾家珍带来棒啊，棒落配的棒。哦，做了，好嘞，快给叫我绑来。山沟流从心梦可以拿。一条散发的河，吐一条理想的歌，放一条散发的河，吐一条理想的歌，落下。心梦谁如流天边了天你头呀落山的呀，根本你很好嘛。也是强翻身，根本你嘛可以呀，好崇拜呀。
君啊，嗨，以后啊，我们开场就用这个节奏来开场好了。会不会睡着啊？会吗？这样会多吃2碗饭。是吗？散过了。哎，一起啦！哎呦喂呀，等我一下，我脚比较短。这散过了那冲啊，冲啊！心莫开那好，给你我从国外心唔爽。对。哎，这像不像这爸爸妈妈带着女儿要出嫁？嘿，哎，那应该是家珍要站旁边，我站中间呐，比较像女儿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表现都样板 ，OK 吧？啊，你这个绑怎么样你？不要看他这样，哎，他其实眼睛好迷人哦。你眼睛是真的吗？还是戴？谁的眼刚睛装上去的，啊？刚装上去哦，的，戴那个假的那种。对，假的那个片那个哦隐形的你为什么好好的眼睛要这样呢？哈，上电视啊，哦，是啊，对啊，哦，因为我看好像那个眼睛有点像那鱼，有没有？鱼啊，那个已经翻肚了，然后那个。那么夸张啊？很迷人，又说人家像翻对啊，肚的鱼。到底是怎样？这个把它剪下来送金钟，怎么有这种主持人？好了，来那个，哎，翻肚的，来，欧巴桑，好 ，OK， 我把上回讲法。好，欧巴桑来，思慧老师。家珍，其实我也是每次都很期待听到你的声音的那一位。好，你今天因为你的声音，你要嗓先睁眼动太偏，应该这样讲哈。我转个方向讲，其实家珍你有很多的唱歌技巧，我感觉得出来，你自己本身唱歌的技巧非常非常的丰富，不过在这首歌里面的用法，我觉得有点多了。好，有点多了。所以草根性的东西不是说你不能这样子玩，可是我觉得玩多的时候会让你自己无法掌握，这个是比较可惜的。因为雅亮团这种传统调的东西，我知道你想要表现什么，因为你家珍的特色就在这儿，所以你要表现。可是你没有贴着吉他走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是2个是分开的。我想听到你的精神，不过呢，吉他部分不你的和弦，你并没有走在上头。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我想要enjoy 在你营造的气氛，我是感觉不到的，这是比较可惜。我知道你想玩什么哈，然后再来就是你进入到它本身应该出现的一些主题的时候，你的音准，因为你前面玩多了，所以这边你会控制不好，所以在这边的音就会变得站得不准，细腻度也变弱了。OK， 好，其实我真的很期待你的声音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谢谢老师。我真的很紧张，不要紧张因为佳琪，就是因为我最喜欢他，那其他你不喜欢吗？其他也很喜欢，但是最喜欢他的声音。对，你看佳琪那个眼睛，你看，然后鼻子，你看，紧张。哎，拿下来，给镜头照一下。对啊，然后呢？就很紧张。为什么？哈？因为我最喜欢他呢，可是他刚刚哭得好是害惨哦。怕，那是难过了，那不是紧张对，啊。那是替他难过了对。好啦，哎，分数看了没？还没还没，啊？好，来看一下，看本书。顾家子那本书。大家来唱山歌。对你来讲，爱挑战动态哦哈，爱跳舞了啊哎。呦，克服那个肢体障碍，真的成功哎，还不错。对先从这个中快板开始难。怪刚刚跳起来有点像在复健一样。这首歌哦，第一句花树下就吸引到我了。好，谢谢。顾家子那本书。来，谢谢老师。
好。你上个礼拜那么高分，下礼拜他救生，你真的你要小心了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回做休息。好，好了，好来，下來。一年里帶來送你。我哋彈啦。上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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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在當中都想到你，一聽一幕都在心頭，心頭每在畫面都係你。有你嘅每在風景裡都係愛上去嘅地方。你老而勇愛，風孤單離開愛喜，你不愛但他嘅眼神充滿了特別嘅神奇，共同回憶而什麼努力達標。你要好好努力，眼光老上愛都跟着愛給愛情，拉下你老愛口號，永不分開。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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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在當中都想到你，一舉一幕都在心頭，心頭每在畫面都係你。有你嘅面在風景裡都係愛上去嘅地方，你老而勇愛，風孤單離開愛喜，你不愛單挑嘅眼神充滿了特別嘅神奇，共同回憶而什麼努力達標，hình樣不離，你要好好努力，眼光老上愛都跟着愛給愛情，拉下你老愛口號。永不分開。永不分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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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为您播报这个气象啊，这个像哎，来聊想的想你。对啊，还有才华呢。哎，对啊，条哥，想不到也是你自己创作的。嘿，哎呦，很厉害呀。那小康老師比較厲害。哦，那他一定厲害的。哦，就是你只有寫曲寫出來，然後他幫你整個編曲啊？就是有可能之前的那一個 之前的 demo 可能沒有這麼厲害。哦，那 demo 是你彈的嗎？還是請人家？跟同學一起創，就是一起的。哦，就詞曲是我啦，然後只是他幫我就是重新編。那你喜歡你原本的還是這個？都很好，不一樣的哦，不一樣的感覺，一點點不一樣。現場跟那個 CD 是不一樣的，對啦。來，哪一位老師的公平？我的老才子，我的偶像國立老師。仁偉，你不是一個以唱功或者是一個技巧取勝的一個參賽者，你反而是如果你可以把握好演的這一塊的話，把你葉仁偉的特色，當然唱也是很重要了哈。就是說，你可以在演的方面多設計一些東西，會幫你加分哦。那這些加分往往在你，比方說你讀到同分的時候，可能這些你的強項會幫你加分。好，這是我今天看到葉仁偉一個將來可能走的路線。好，那。參賽者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特色，好，葉仁偉今天我覺得特色，我這樣建議給你，該是你彈完夜吧，那麼你就可以朝這個方向去走。你就是這麼健康活潑的一個形象大使啊，很年輕、很活潑、很快樂的，我們很容易就感染到你快樂的氣氛了哈。那你以後就盡量往這方面去努力。不過還是有一個重點要回來追廣你的唱功，你在這首歌表現是 OK 的。那萬一這樣你要唱一些抒情歌曲的時候，安用愛噻。好，你要從開始感情的時節，你要去培養自己藝術方面嘅能力，這樣有機會啦，要在舞台上頭叫佢厲害來，好嗎？好，加油，仁偉，加油哈！謝謝。好，那你來看一下仁偉的分數。好，1、2、1分數。
师兄。哎呀，要分数没有呢。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这样加起来182分。没关系，你就保佑一下，保佑后面的还有4个人。大家都很厉害。这不一定啊。对啊，搞不好他们唱错词啊，或者。哎，坐在哪里？真是。好了，不会，好，加油啊！先坐到位置去等候佳音。杀下来咧。嘿，彭思源带来《爱讲唔冲山歌》。哎呦，要跳后堂啊！当久无在节目当中出现的，来。爱讲伊唱山歌，对半夜都天光。爱讲伊打菜茶，唱歌一山又一山。爱讲伊打锣鼓，咚咚咚咚七咚锵。爱讲伊吉他弦，你哦一你三。大家脚下就衝出來，衝到一條愛樂山，不分大細也落暖，衝到三個無白眼，沿就來唱山歌，你從頭來愛從你，沿就來打菜茶。你打锣鼓爱记弦，哭了。大家來唱山歌，對台北唱到屏東。大家來打菜茶，對山東風衝到海邊，阿哥來打鑼鼓，咚咚咚七咚锵，阿妹來吉他弦，你哦一你三，大家腳馬就衝出來。衝到一條愛樂山，不分大細也落暖，衝到三個無白眼，沿就來唱山歌，你從頭來愛從你，沿就來打菜茶，你打鑼鼓愛記弦。来讲你唱山歌。哎，请问一下，对啊，偏从路轮的路来的，轮的下来的。有风发现呢哈。对啊，根本从路的无路的啊。有啦，有啦。哈哈。你醉咯。对你来讲，要挑战动态哦哈，哎，跳舞了哈。哎呦，克服那个肢体障碍，真的成功哎，还不错。先从这个中快板开始。难怪刚刚跳起来有点像在复健一样。对，可是你这样子哦，像那边的时候有点为难珍姐。珍姐啊。哦。他刚刚又没有动，对不对？有啦，有啊。这次他动得很大力啊。有哦。李珍姐，哎嘞。站起来。哟，闭嘴！你别起大厝，你别干大的，你别起大厝，你别干大的。我发现珍姐最大的就是。这个是土风舞，好不好？
就很像我在台上唱歌，然后我叫下面手借给我的时候，他跳的最棒。哎呀，哇，这首歌很当旧模拟的啊，那节目当中唱的呢。大家已经快忘了山狗大了。山狗胎。哎呀，山狗胎嘅乐团，哎，严志文唱的。哎呀，他好久没有看到他了呢。他都躲到哪里去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老师你在哪里？对，那你怎么会想要把他的歌拿出来唱？就会看客家电视台有一些也会重播以前有个电视音乐专辑，哎呀，就可是像蔡依林先生的电视专辑，还有严志文老师、陈永涛老师的，还就有看到有一班就糖豆椅带。儿童合唱团係向他衝一條歌，他說：一條歌對我睇太后托國樂系跟全民歌唱法，他可以試着做一個結合。好厲害哦！他很厲害啊！常會衝他從以前就很厲害，從我們高中的時候他就很厲害了。關於碩士啊？對對對。真的啊？是。哦，他不同班呐。高中的時候就唱 opera 嗎？因為不同班，我也不太了解。是我來自別人比賽的時候，他說我是他同學，我才知道的。才慢慢回想，知道了。然後就為了要來找我，所以才報名這個。終於相認了。說是。是。好了，那就是兩個故鄉人來談一下賴麗先生的公平嘞。思quyền哦，那從頭從唐你從國家，我就覺得說，哦，怎麼這個有。唱法好油的感覺哈，不過根本哈，正好這首歌對你來講，按度後，因為你把重心放去吆喝大家一起唱了，你就唔會講個字每個字的前面一定要這樣滑一下、轉一下，然後在尾音還要再抖一下，已經沒有心思去想那個了。我是覺得賞哈哈不需要把太多的裝飾的東西放在整首歌裡面，因為它是沒有焦距了，你到時候到處都是一些。美嘎嘎的東西的話，國語本身嘅真實就冇睇的。像你亞書國語，你說唱根本要用來表現，對佢來講，我說我是看到你表演你的最好的一次，因為你真的把你亞說，然後你超人來唱山歌嘅感覺有唱出來的哈。也建議你說以後唱歌的時候不要太花俏。因為太花俏的結果，就會把歌的整個的味道都改變，好不好？好，施文先生。好，來看大家分數咯。洪師quyền嘅分數。施文先生。這個也是聽葉老師講一下，好像覺得他的分數應該也還好，就嚇死人的好啊！加油加油！好，看姿勢。好。不要懷疑了自己哈。勝不驕，敗不餒哈。對。好嘞，撒下來。劉美玲，帶來法術哈。加油，美麗。師傅我。哎呦。風風拍拍的花，就跌落你面前，跌落你肩背，跌落你腳下。發暑假，有一件冷衫點美。發暑假，有一個老師傅哦，
사 조국의 세모이에 중총의 문젠파來去去唔知幾多散發樹发树在发树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很多的 S 姐6阳之前哈，他们一票人坐在那边，我看到那个我们的制作人孟达跟玉贤都在那边陪他们练客语啊。真的呀？对啊。哦。因为我很怕我的咬字。对，是，对，当然，因为你马来西亚朋友嘛，对，你又没哈感应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你来讲的咬字部分是一定要非常专注、非常加强的。对。然后脑里全部都是发树下。哦，那你有聽到裡面有在唱我嗎？哎，大家都知道哎，大家都知道哎。好了，馬來西亞的朋友衝退一條法書下，請這位老師。這位老師來。好。同歡喜特別看到同多位線書的一行了 Hellboy 世界，我們在越後面就發現，他們已經慢慢的從一塊璞玉被我們雕琢出來了，慢慢已經成型了。你看看，你回顧一下我們過去美玲她每一次的表現，她現在不只是歌聲很吸引你，她的聲音很吸引你，她的外形也開始在吸引你了。你會覺得她在台上有一個歌手，或者是有一個唱歌人的樣子，好，我覺得啦，我個人這樣覺得。有藝人氣息。對，有藝人的氣息。然後他的舉手投足，我覺得也已經開始慢慢融入歌裡。他以前唱歌都是直挺挺、直通通女孩，唱歌也直通通，什麼都直通通，然後聲音就是對大炮就出來了。現在很厲害了。對，現在他會懂得。你看這首歌哦，第一句。花樹下就吸引到我了。我本來在看那個歌譜的，那他唱第一句，我就想要看這個女孩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女孩。站在花樹下的女孩，她已經第一句就唱出畫面了。還有做歌嘅懶衫，你這一句唱得非常非常的好跟細膩啊，是讓我非常驚訝的。做歌嘅懶衫。做過嘅什麼嘢？唯一我要說的是，你接下來要練的就是你的低音，你的低音的部分要注意哦，因為一般唱高音的，可能你今天有幾個低音你是低不下去的，是非常讓我有點替你感到擔心的。然後呢，還有。你在唱歌的時候要記住，即使你氣很足，你想要收，但是尾音一定要收得很漂亮，不要突然斷掉，好嗎？那會打斷你整首歌的氣氛，還有你要告訴我們的話。譬如說那個發樹下，有沒有？你唱的是發樹下。是這樣的感覺，你去感受一下我說的，好不好？特別是尾音，因為我發現你這幾集唱歌都有這個問題，好。好，那這首歌基本上還是表現得非常好，我不得不對資優生做一下雞蛋裡挑骨頭的動作。好，加油，謝謝。好，歡迎下一個粉書啊。劉米點的粉書。謝謝老師。55，老師好。厲害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啊！分數那麼高，長角的美玲，身材童子。好嚟，沙下來呢？哦，總必正。帶來野外高圈嘅花。老人家全部創起出來呢，美麗的野外。啊哦。有他。
你知道吗？刚我跟那个翟秀老师说，好棒哦，我们有小林幸子了，我觉得很棒。山过了，葱拿出来，凉拌啊水唔要葱诶。哦，您感觉真简单呢？刚刚青菜葱。咩个青？用凉拌强挑水多诶，水最难。有糖果，也爱高兴家访。为了做事，我要准则。有回以后，无通意金吧，长未来红多钱最难艰苦。你高兴，爱的心肝啊，装的心情梦里来治疗，强忍中过去的一切。会再次糊涂犯错。哎，这位学生，太太，啊，你卖鹅肉子呢？你被俄罗斯，就被你吓到。我爸爸把你鹅肉，把我吓到，不是真的是被我吓到。中地调过来，没有关系啦，啊，没有关系。那刚才我们是说你唱的真的很好，你没有听到吗？因为我在投入啊，给你打岔。哦，他在投入打岔。没有啦，那个时候你在彩排啊。对，在彩排啊。彩排的时候。没有关系啦，没有关系啦。啊。冇关系啦。我迄个是迄演员来拍摄啊，哈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离开好了，我谢罪了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不行啊，不行了，我不行走。不行不行，你访问完再走。还有哦，很冷啊。冇人那干啦。原来我那个冷啊，都痛。没有啦，我们猪妈的那个手力都会天生比较大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也练一球的喏，英国接冲啊，对啊，中国的。还要छो冰洋练的呀？没有，已经有1个礼拜了。那突然脑袋一片空白啦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啦。是真的被我吓到吗？真的。也有啦，也有这样子，没有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他好容易受惊哦。一冲还是说哇，好好听哦！我看他。对啊。他就一直看我是是什么原因这样子？但是我还没转过来想说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哦、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在投入这首歌就。啊，拍摄。没有关系啦。哎呦，我无言以对，哎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上礼拜分数那么高，这礼拜。整趴都停掉这个分数。唉，整趴停掉了，世慧老师。碧珍姐，我要讲的吼，有一件事情当中央我一定要讲。其實亞洲舞台啊，15年下來，其實動到嘅變化，動到嘅成長。其實啲日下來，我也就想去看到嘅，想去學習到嘅，想去潛到嘅。其實就像安尼故事。嚇，因為安尼講嚇，唔本來體質方面係乜嘅，而家彩排就像羅哥講嘅，一聽到哦。好驚豔啊！那個聲音，你知道我聽到我迄體機，唔點解心肝迄麼個？我想到我爸爸送我一袋個錄影帶，是，就係日本的紅白大賞，
唯独送我一个录影带，就是那个，你知道那个录影带我听了上百遍，我觉得那个声音好熟悉啊。我从小就听他长大的。你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感觉，突然之间一开始音乐下去，然后你忘词的当下，我好失落。我觉得我如果我没有办法把你声音留住，杨涵来。是我自己对不起我自己。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，我可以吗？可以，老师可以，我会有荣幸。谢谢老师。我们2个抱一下。我觉得我好像很大的罪恶哎。我们2个好糟糕。我把老发讲说哈，其实我要告诉我们现在在场的所有的参赛者，其实在这个舞台没有分年龄，我们只有下线没有上线的状况之下，我们要找的是什么？是客家舞台底部的种子。既然他种子，既然我们讲的那位大神叫什么苏珊大神。他都苏珊大神，罗妈妈是梨花泪爱上你。苏珊大神都可以在他50岁的时候成名，我们怎么能够去说你不可能是未来之星呢？OK， 所以我希望讲，今天的失误真的让我非常难过。我写下这个分数，我都很不知道怎么写，可是我又必须要，我又一定要做到，我做评审应该的经验，我只能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对不起我自己啊。对不起。我对不起你。我对不起你。我说不下去了，谢谢。其实不会耶，我觉得我来补充一下，因为我做罗华哥就是为了节目效果，我个人觉得，反而因为我们这样子，让你激起你的斗志，你知道吗？刚我跟那个翟秀老师说，好棒哦，我们有小林幸子了，我觉得很棒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今天这个失误没有关系，我觉得不管等下成绩怎么样，因为上个礼拜成绩很好，现在已经变成一片混乱了。我觉得你还有一种经验，唔怕，唔是惊，唔超。我觉得有时候比赛出来呢，之后比赛出来唔是上安动，好吗？好，所以喊你要看一下分数啦哈，因为比赛出来呢，上礼拜分数同高嘛，一礼拜看一下，其他参赛朋友哈，好来看一下分数来。总比子的分数。86分，大送，真的很大送。如果真的是我的错，影响到你，我跟你说声抱歉，好不好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下一次再个来变啊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安好的声音，真的。哦，下拜再来。对，下次要记得再来哦。好吗？好吗？记得再来哈。我们舞台随时为你开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我们的珍姐，谢谢。好，拍摄，好嘞，郑一毕当场。真的很不容易啦！一开始说真的，就觉得感觉就是行撩，就好唱卡拉 OK 那种婚宴感有嘛哈，对啊，还是有点那种跟半退休啊，对啊哈，唱歌的快乐。但是慢慢的唱，天天唱啊都会不会无强用。对啊，你看福到8强，做到有今边无唔错嘅话，一天6强以内啊。真的，甚至可能前3名。这个世事难料哈。哇！对呀，人生无常。浩辰，你要好好做。浩辰，加油，好吧？加油，浩辰啊！给我带个马狗。季中发。好嘞，季中发。在家乡，看到日落拍拍将将的花，日落花，看起来就像人家的日记着。大钟在田野山下，按不头就转动爱的波卡，给落花，
江一条蓝蓝，天空转风染。不管到哪位，心肝青菜，心头暖意记着。其中花，你看见命运发扬不爱藏，给泪花，还需用空念轻轻奔马上。其中花，黑暗用路路路路走上走到尽头恰恰。其中花，你看见阿公也老也快怕，给泪花，怕谢谢将思变怕发为了歌，了泪花，黑暗用人给永永远远，命运远远快点拿。嘿，干嘛？要跳舞？不是，你是干嘛？想到碧珍姐姐要离开了，然后没有做法是？因为伊创一条歌呀，伊创一条歌想到给外婆了。就是其实我嘅客家全部拢跟阿婆有关系，因为我写时间是阿婆土台嘅，但是个善都跟三合院，我们家是住三合院，所以只要跟客家有任何关系都是外婆。然后阿婆从小都很疼你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，然后妈妈你是跟隔代教养。因为妈妈要跑车，妈妈是游览小姐，妈妈没空带我，所以只能丢给外婆带。对，所以我的客家话都是外婆教的，然后所有跟客家有关的东西，全部小时候我只跟外婆讲客家话，跟其他人都讲国语。跟外婆的感情就特别深，特别深。然后外婆在前年，其实跟哲伟老师的粽子。差不多时间，但是外婆离开的那个时间点更让我们错愕是，她是大年初2的凌晨。那天我在台中打工，突然半夜就接到妈妈的电话。外婆是生病吗？生病离开的，然后但是我们都说外婆很贴心，因为我们每年都是大年初2回家。回外婆家，那外婆撑到了初2这一天，然后才离开，因为我们然后就所有的人都可以回来这样子，对。难怪你唱这首歌特别有情感哦，就特别有感受啊。然后再加上前面好烦哦，加上前面又像阿婆一样是。他长得很像你阿婆。刚刚那个思慧老师一哭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对。流行歌曲可爱就是这样子，大家的情感度哦，真的就是不一样，好奇怪，对啊，只要是好几季下来都是这样哎，就是尤其是唱到像那种亲情的歌，类型的狗会发，那种感情真的是，连我们主持人都会控制不住的，对，那你即使丑二体带下唐人唱歌，我们也会被你们感动到的。会吗？你不是都在看手机？哪有？好听的，有感觉的我才会停下来听。哎呀，你不知道我的耳朵啦，哈，不了解我的耳朵，我的耳朵是选择性的啦，我喜欢打开就打开。对你刚刚说我打开哦，我相信。好了，罗国立老师的公平啊，耳朵还有开关的哦。好，好生，之前有些人讲，你唱歌的时间有一个较大声的素材，就是讲你的唇齿音出不来。那我今天听到现场，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你的声音是好听的，你的歌声是优美的，你情感各方面诠释都很 OK， 好，但是什么叫唇齿音哈？在注音符号里面，z、c、s、c 这些音叫唇齿音。z 要把它明显的唱出来，才会够立体、够好听，你懂吗？这算是你歌声的一个缺陷。我觉得你回去你要练这个东西。
把你的吃很清楚的唱出来。他们在座的都没有这个问题啊，哈，就只有你。我想这跟你的口型、跟你的发音部位各方面都有关系啦，哈。你要去找老师教你也好，你要去自己揣摩也好，你去玩 EQ 也好，你要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高频、把自己的吃很清楚的表现出来，就没有问题了。其他的我觉得你都很 OK。就这一点，加油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。好来，看分数。嘿，李浩生的分数。哎呦，是不是？回来喽，回来喽。没有问题。 OK 加啊，保留住6强，恭喜你。好了，回座休息。好，哎呀，杀好了遐个传统组6强的决定赛哈。哎呀，好了，马上进行了哈。进行喽。哎呀，进行以前的接受评审紧张啊，来。请几个先生，李秋霞先生，田秀峰先生，罗英先生。一个分数哈，一礼拜分数同上礼拜分数加起来，啊，来猜起6强。啊，所以要不然大家我较注意点。好，应该准备好了啊！好了吗？好了，加油啊！有准备了，冇准备共用。来，TV 晚上请共用的正经用带来平板。来谈个啦。山过了苍那出来，山滨了乡那，各人了苍那出来，各人了。山过了本那嘿呀，水桥了苍那，唔下了米那个个，用到了。哎，嘿嘿，主持人，对，啊，哎，从平板来讲，对你来讲是垃圾的哈。模样，我真的，我最难的。冇啦，三太跳应该拢。就平板真好创啊，咩？平板啊，最唔好创诶。哦，人感觉真简单的，伊感觉真快创。咩个真？平板强跳最大诶，最难学，唔知学哪跳到无？哦，有乜个路跳，乜个后板，有个冇诶哦。哎呀，半后。半后哦，半后，半后哦，咩半后？半后。好啦。所以平板咧係專業嘅。專業，按唔見咩靠專業嘅嚟衝。咩啊？衝到好堂，今日進入6強嘅真關鍵。對啊，但對於嚟講又冇差啦。嚟睇下先生嘅公平啊！嚟。請佢嘅先生。好，今日用過吼，今日帶來平板，唔可以查吼，唔講嘅唔可以查。平板係三太了地圖最難創嘅。哦，真係。因為樣板咧，每三人嘅強弱創出嚟，做嚟講每三都冇重要。所以其他我講，三個創出三邊強。各人創出各體強嘅演員，就係咁樣演員。也尤其嘅對嗰個咬字嘅部分，比嗰個老三國甚至三國志就還較難，因為三國志同老三國佢三隻鹽田連拉到面，但是平板冇重要哦，佢唔一樣去做就做得。
哈，就像因今日也金融我去创业嘅平板，佢今日上谈起来比上礼拜来讲就较好多。哦，上禮拜按好，下禮拜又過較好。因為上禮拜嘅上哦，我也因為講，練歌也唔是講練到潮歌啦，潮歌落去哦，練到自家上哦，會影響到，都好就好哈。今日平板，當佢一出口來唱，也就會冇用呀。確實嘅今日上嘅千好，如果你也做嚟也千好啦嗬。家己都講過嘅，一平板較難做，伊咧。各人要強啦，演衣裳用到了一兩啦，也係甚甚。所以如果講做嘛講三個字平板，我那道分片就會一道分片，佢甚甚以上也較無創嘅嘢有錢嘅嗬。咁咩呀？咁樣我做嚟講嘅，有你也做嚟錢嘅，商業以後嗬，專門專國該做有地方佢也有做到，但是還要繼續再加油嚇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謝謝老師，好，上禮拜95分，下禮拜嚟看一下兩個分數，來。鄭檢用嘅分數。高攀了有難。上禮拜講緊固人啊，叫日禮拜嘅投資要買散要買乜嘅呀？做咩投資實拍啊？嚇？買乜嘅實拍？股票有賺到錢，做起㗎嚇，還會有投資實拍啊？連投資醫院都會實拍喏。投資醫院。我們有比那個電視上看起來好看嗎？帥哦，帥啊，又美又帥啊！謝謝哦。那就直接給98分了啊！鄭檢用嘅分數。要進步一分呢哦。對呀，無人能及啊，咁樣辦？挺厲害的。其他樣都很棒啊。特色都伊厲害。特色厲害的。特色都過數。哎呀，繼續談下落去啊。好啦，多謝。恭喜哦，恭喜你。畢業當場安子師，殺嚟。王書記帶來3個字。來談啦。什麼開㗎？哎呀，係王書記嚇。我在喊你有書記你好。哎呀，對，哇，書記冇看見你哦，投資勝利，投資動態呢嘛。唔會哦。哎呦，唔肯講投白艱苦人。冇講。對，上禮拜講艱苦人啊。叫日禮拜嘅投資要買散，要買乜嘅呀？做咩投資實拍啊？嚇？係會有啦，股票賺到錢。哎呀，因為投資要實拍。要真實拍哦，買乜嘅呀？
买马克思牌。股票有赚到钱，做起噶哈，还不有投资失败啊？连投资医院都要失败样。投资医院？偏房啊。偏房嘅有投资啊？以前你也沒有個投分嘅份嘅醫院有啊，開放嘅偏房本人投資啊。啊，有啊，你事情。有啊，有。醫院係本人開放投資啊？有。天白堂道。係啊。係有。哦，還有乜嘅？還有乜呀？嗰個納古塔。哦。沒有投資。哦，唔買到邊？冇啦，因為納古塔有咩係政治因素，有不有那個本人那個抗爭有冇去？有了的。你運氣哦。係啊，請叫啊。男進係嘛？冇啊，冇推啊。就不用去啊。我揾到嘅金山去啦。金山哦。金山案件啊，本來投得文平嘅呀。得文平沒有找個煙花寶塔。哦。對啊。按人來走，按住投資。哇！結果冇意哦。有潛力嘅啊，香港投資應該唔會差，結果。對，佢以後人都冇用喺度。唔知好食喎，你下下就來。所以個結論啊，投資亂冇變強人，所以係變三人。結果咧，一人成功，兩人。兩人冇成功。係啊，兩人失敗。投資山呢就錯啊！希望你投資山呢買山體啊？投本牙先生，有身體唔好咩？負債就山呢就買的，只有賺錢啦。也是這些年你還得讀太好，全部讀太好，讀碩士。那個有錢。佢用是當兵哦。對，當兵，所以個當辛苦噶哈。所以可能唔要去甲賺了吼，講真嘞，有的人冇甲個命冇適合投資東西。真嘅呢，像我真好，投資我這個就好。啊，沒有個。蒙甲雞排，你攏沒愛？啊咩花樣年華？唔係啦，花謝木蘭啦。花謝木蘭，我名安難記，哎呦。你又唔會烘茶，就能料茶會烘茶。記喊乜嘅？花木蘭啦。花木蘭。乜嘅啦？唔係啦。乜嘅啊？你是那個飲料店咩？係啊。唔係愛木蘭。愛木蘭是汽車旅館。不是，他是愛夢蘭。哦，愛夢蘭。對不起啦。好了，超多樣版的唐先生的講評下嚟啦。你的媽呀，愛木蘭哦。秋海先生，你嘅書記講老實話，你嘅染質清好，啊，必須嘅攝從來有下進步。唔過你缺點係乜嘢呢？唔點喎？投資失敗。老師啦，投資失敗都講到成年啊！你喺度必須咧，你講到做成年啊！牛是非常輕鬆，從要言成冇言成，言成成法。哦，強朗嘅就是在你用在乜個所在時，個言就冇強朗。哦，你說你言成就唔錯，猜寫猜詩，詩簡唔係寫簡，寫簡係用英講嘅詩簡，猜詩嚇，還有唔好莫唔好。唔好，莫唔好，唔係好啊，好，哦，唔好就老年呐，好字唔係好，哈，結元素莫結元素，結元素，要元素的佢就是。還有最尾嘅演員吼，手上步，咱啱只手冇啱招啦，吼，安尼手來做戲詩演用手會比較較好，吼。態質上來講，表現不差，唔過你記隻缺點，係咪咬詩？安尼唱歌時記得詩音不髒，讓嚟做人，要比較較重要，啊，加油！好，謝謝沈夢老師。來看兩個分數啊。分數給你分數。什麼老師？92分。恭喜你啊，冇問題，92分啊，比上禮拜多一分啊，對嘛？嘿，恭喜恭喜啊！謝謝。莫再投資的啦啊！好，來，殺下來。整數我帶來平板。趕快來。
安我记。帅哥美女好。哎呦，安我子啊！呀。你看小黄瓜请多的冇？啊，团体的。你凉拌黄瓜请多的冇？啊，还呀礼拜一碗配腰膜请多的。这应该你这礼拜的记忆力还没有变好，是不是？还在恢复中。看到我们还会紧张吗？不会吗？比较好了，会紧张吗？比较好一点。比较好一点了啊，那就好了。我们有比电视上看起来好看吗？帅啊，帅啊，又美又帅啊！谢谢哦。真的啊。好。啊，走你的经，那就直接给98分了哈。来谈公平了，秋风老师。苏我吼，當時下哋個傳統嘅個風格嘅衫吼，做喺人身上吼，真然就加當漿吼，但是安尼冇安尼就加分啦，嘿，你啲禮拜冇按緊裝嘅，冇按緊裝嘅吼，唔過啊吼。人個衫啊吼，冇講動開，就小可吼，個每人嘅素材吼，含起個入，人衫啊，個像那個是木匠嘅時節，吼，個安尼就上來唔上去，天時台咪強讓吼，後面上個搭配，個上都來唔上去。你唱歌嘅吼，最驚就講，我來個吊梅嘅時節啦吼，個氣啊不足，含個上個氣啊來冇到位吼，安尼就會小可嘅減分吼。韓國人你唱歌嘅時節啦吼，盡量你唱咧韻味了吼，韻味吼，你就安尼順地落去唱，冇安尼。韻味當唱我留嘅每一個音譜哦，我嚟唱到，其實唱歌嘅就常是唔是每一隻音譜嚟唱到，你就安尼順定過去，吼，安尼彈嘢就會當我彈，好冇？加油！平常時吼，到運動到教會客山呢度啊，吼，莫總會向我平常拿教會小黃瓜吼，安尼人嘅上人會喊好，好冇？加油！生猛情商，老師學壞了。OK 啦，來看一下分數啦。陳書我嘅分數。91分，一禮拜分數較大啲。退步了。奇怪啊，冇緊張，點到分數較大。對，那你還是繼續緊張。對啊，緊張好啊，哈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！謝謝，加油，來回做休息哈。好來，殺下來。黃曲記得嚟六三個。看看啦哦。山歌苍來，鬧連連啊，愛唐山歌。路人通走，天福顺后生通转呢。什麼太假？
你好，老师好，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老师啊，老师，哎，他是老师啊。现在在国小当课语资源老师，对吧？对。哦，资源老师哦。资源是教那个本土语，教学的。母语啦，教母语，教母语，教客话。哦，咁有乜嘅资格上到嚟去？就愛通過中國籍嘅認證，韓國去。中國籍客語認證。係冇錯，韓國去嘅新屋國小，你數學5年。數學5年做的。關係啦。沒有，好考試不是關係。好考試都會上課，上體嚟都考試。考試通過嘅張有嘅認證證書啊。安樣嗰張通過。嚇。安樣有冇通過？其實係愛曉樣板教嘅小朋友講下。哦。示範咗上嚟。因為我係人哋當場示範本嘅先生看，佢知道做第二張我本通過。啊，當導演一考嘛？哦，真多130。130按多年哦。哦，啊，這個係本土資源老師都130去。菜市到位？有幾下3冇夠啦。幾下哦？今日菜市千多咧。係。對啊。係，大家都懂認證啊。哦。大家懂認證，因為呢種想講不容易嘅事情，所以大家懂認證學習啊。學習最主要係推廣客家話、母語啦。教新人嚟講客家話，本地嘅客家話繼續延伸下。哦，搞好來，冇誤人子弟呢。唔錯，冇錯，一定要搞好來。係冇錯，係。剃鬚過就搞牛青兔子。唔係，搞啲嘅同事啊，同事佢好搞啊。同事係同事啊，我上班都搞佢哋嘅牽牛法。哦。牽牛法。係那個就成搞件樣念嗬，我講牽牛法，小朋友都一聽定念。好好念。牽牛法。牽牛法。係，第二句都係發牽牛。發牽牛。係。再過來都係超朋友，超朋友，太可愛啦！嚇，超朋友，超朋友去做嘛？上大啊！超朋友去搞搖。哦，去搞搖。超朋友去搞搖。嗰個愛喊搖，愛喊搖，愛喊搖，愛假搖。喊搖。跟搖啊，愛假搖啊。嚟談公平啊！好嚟，那位先生嚟公平嚟。英英老師，汪太姐今日從羅山講吼，其實我最近我非常嘅愛弄呢個上任當好，吼，所以呢個上任呢，本呢個山歌從起來嘅原味又加分。吼，咁講呢，係本呢建議啊，吼，就係你哋嘅唱咧係羅山歌嘅時節，當然你可能想係唱到當自然，吼，行雲流水咁樣一般，吼，咁講你肯係要注意唱歌，肯係要有隻基礎嘅咧係表態嘅清楚，吼，譬如講你嘅咧聽呢句愛唐山歌，吼，你想係撈啲。分做4隻詞唱腔下，喺後邊3隻詞唱腔下，冇問題，嗬。不過你係想你喺幾句法嗬，最重要就係乜嘅山歌。咁講你山歌點都冇唱到當清楚，嗬。係你係加咧嘛？你既然要加愛唐咧山歌啊，山歌係攞佢唱清楚。咁講你唱到唱腔，攞佢大過去，愛彈乜雞我彈唔清楚，愛行前嚇我唔知愛彈乜雞呢？嚇，有那種感覺，嚇，嗰種感覺，所以重點嘅是重音，因為攞佢唱好唱清楚，喺個最尾一句嚇，後上彈轉，強樣嘅問題，實則是加強下當好，因為你條件係long音彈轉，實則是後背嚇呢一句後上彈轉攞佢呼應，咁講後上彈轉嘅時節彈起來就感覺下。冇按照彈清楚嘅感覺，吼，所以你係愛試落去想辦法落去解決呢種問題，然後你嘅戲，吼，就係你唱歌最主要就是你要支撐嘛，吼，你嘅戲係唔係要落去保持好，吼，事就會清楚，我本嘅建議，是嗎？先生，謝謝哈，來，現在看木曲嘅分數。
91分。哎呦，用微控用，分数漂亮呢。你讲好呀？唔，哎，也都看后背啦，看后背样板啦，吼。哎呀，好，先恭喜你哈，来回做休息哈。接下来呢？请根据带来平板。好啦。第10年啊，你有没有觉得他唱那个前奏一下来很娘？天啊！我不再怀疑你的形象。多做好那事啊，恭贺我发那留好命那上啊，才是哦天事情好。嘿，我哎呀，按多礼拜汤给冲了的话呢，3代了，我怀疑他的现象级，怪怪的。哎，根本没有发觉到呢。因为你们觉得他唱那个前奏一下来很娘，在世个天啊！我不再怀疑你的形象。哎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？这样不好吗？啊，好啦，这很有趣。安分牛饮，冲嘅。冇人嘅開玩笑，安分牛飲，將個條嘅咩黃宇堅啊，有咩冇嘛？哦，佢都唱過哦。哦，誘人。哦，佢條嘅寫喺線上邊牛到哦，我分數可比當過。咁一定。哎呀，寫喺線上邊牛到。哦。請佢嘅線上千祈。啊。T 拜唱嘅。T 拜。你 T 拜唱咗個個喲。T 拜唱一種軟嘅平板。哦，一種冤呢哦。哦，冇咁樣冤咩哦。一種冤呢，乜嘅冤？有冇咁唱？扮好係嘛？係啊，啊，梗係扮好啊嘛，哦。有冇咁唱咯？扮好貼絲啊！扮好貼絲啊！下幾句先講啊，誒。挑戰。有特別好多少，欣賞特別高人家。按就馬上就黏起來就會好。就好，哦伊阿拜吼，为了六强有冇？六强的吉天水，抱着那个决心而来的。哦。练青球的啊，伊讲一个舞台对伊来讲青春腰啦。好。用扮春腰跟他甲报告一下了。冇來啊，就動作有限的活動。哦，其實反正就閒冇事情啦，你就對嘅。有冇一重要？冇啦，其實講佢哦。為到一個節目啊，佢將所有嘅商演，所有演出嘅部分，哦啊，還有比如講攞杯，還有當到其他比賽，全部推脱。哎呦，我那損失很多哦。係啊，好，係呢一個節目較重要，哦，就勢在必得，一定要進入6強，好嘛？看今日有翻冇今日，你家有唱唔唱歌詞嘛？
無英幾無嗬。英幾無可以。英幾無。冇關係，有英幾無。蔡橋嘅先生。蔡橋嘅先生。好來，呢陳建義先生吼，伊咧好容易有張出一個山歌，敢去挑戰一樣嘅一個扮後，吼，老貼士嘅唱法，也係一個勇氣啦，吼，坦白講，也係一個勇氣。但是你注意，也上相當好，因為你唔是去挑戰一樣嘅扮。也個扮後也講貼士吼，你不妨將中韻再唱國韻也上能夠發揮出來。佢俾你唱嘅一種平板，唔可以查，挑戰一種一個安怎扮後甲貼士，但是呢，咬字部分就可能我冇注意到嘅。哦，你韻呢做得真正，好人強韻做得有特色，但是呢，也個咬字向前偏落咩偏呢？平哦，搖啊，平搖嘅平，唱到平，嚇，也注意啲 enjoy。你去挑戰另外一種唱法冇相關，但是係你要注重一個咬字，而且咬張來做韻，嚇，也係一點。第二，留好了，有咩好呢？咩留好了變好，留好又冇重要。留好命上啊！好，所以我講過，唔可以查，而尾要去挑戰嘅另外一種嘅係當好嘅現象，喺白都將嘢平板，係一種強韻，做嚟慢慢的去同佢學起來。但是一定要注意咬字部分，而且同佢咬張嚟後，張嚟做韻，一樣嘅話，人嘅本身嘅韻味都唔會走停。好，好嚟，加油嚇，加油！好，謝謝啊，嚟看人嘅分數哦，嚟。陳建基嘅分數。先生，冇問題 ，OK 啦 ，OK， 啊 ，OK 的啦，恭喜你啊，啊，哎呀，先回座休息，好，來，按姿勢，按姿勢，好嚟，撒下嚟，楊豐田帶來六山歌，唱得好。放花開，萬高原啊，讓心鬆漂流。强颜學字，情難散啊！共生命潮流。最近還有按嘅你冇？哦，按夜時咪看到路邊有人乜嘅有冇位？會，有啦，我去上海會學校行。哦。看到哈，你暑假之前然後都會有個鳳凰花咩？得獎誒。係啊，然後又看到學生誒，他講有榜上有名啊，跟個乜嘅
走马灯呀，要讲哦，金榜题名啊，恭喜贺喜嘛，给耶。这个老伊啊，又看到个新生报道，哎，我就上到杨贤松 Q， 又上到公沈명秋。哎呦，然后都丢用他都按照司机啦，很厉害哦。就今年创个呀个嘞，哎呀，很厉害咯，这个要作死啊呢。太个穷样啦，无去上一天啦。行路的世界毕业灵感啦。系啊，安尼行路都无嘿，挨搭摆安尼水都要。行诶。哎呀，散步无都慢跑，我都上唔到。跟也唔得上嘛，个呀，你咩？我哋上，太个上我冇穷样。我哋上系路咧，向前呐，路诶，要做嘛嘅？向前啊！暗好嘅啊！我跌下来，我跌下来。上都有啊！哎呦，有上就有哦。真的有梦想，心想事成。来，看一下欣赏的公平。就好欣赏。嘿，老师好。後來風氣我咁講，特別都當愛老歌嚟當歌音那個唱哈。其實洛杉磯什麼用哈 F 麥這樣是一個嘞，你都要唱到這樣 G 麥，本來是 G 麥，對不對？你還請小康老師給你降 key，降半個音，好，你說說 A 就是降 G 麥。其實你啊哈，因為洛杉磯當到咪的音嘛哈，所以很矮的是因為是你冇唱，冇需要唱按歌音嘛。唔係唱按高音先能夠表現講你聲好唔好？哦，你音質唔係講當量，唔可以乜嘅，你可以唱你嘅韻味嚟是，哦，我感覺特別唱你說當高音都個表現，結果唱你乜感覺，我乜感覺，你特一高音嘅時候，我知道你多後年卡呢，嚇。洛杉磯東西就講我哋自由演唱，每天講我切對。只要你叫咩乜嘅事，後尾楊先生叫咗實習師去做，到後尾就一年，根本彈起來就比較很冇順。你就只能講，你洛杉磯嘛，我唱得順就好咧。哦，你們楊先生叫我念，楊先了，楊先生叫，彈起來就就讀起來一乖啊。你們夢看我跟謝老師他們都是同感啦，是這樣子哈。洛杉磯冇個絕對，像以前你嗌到做裁判，當到去山歌比賽，佢7隻詩、9隻詩咩強下唱，但是你唱起來你要順，啊你一條前4隻詩、3隻詩，後邊有4隻詩，啊唱起來彈起來就乖乖，嚇，你彈得順啊，唱得順，你後邊講唱得當順嚟講，所以還是冇要緊。唔過你條前4隻詩唱起來，咁講你後邊你嘛，你有一年的後邊你係咩？氣就不足เลย嘛，一年的時候你氣就不足，我幫你彈到。辣鹽嗬，強浪20年沒強浪，你數鹽嘅時間，因為洛杉磯最高鹽係咪嘛？最高鹽你多20年嘅時候，你來鹽係為咗起你就會數鹽，就比較係弱掉嘅嗬。所以實在是俾人家建議啦，見仁見智啦，唔係講啊，切到嚟講我就錯，而是講你係咪按唱嚟，你其就你以前按嘅唱法一唔會讓扣分啦，啊你按唱一唔係講會讓扣分，只講你彈起來比較啱。還冇順意啲啲啦，還幫人家建議啦。好，加油！老師，你看一下這個分數。用風琴嘅分數。好，91分。好，恭喜你哈，應該冇問題啦。誒，終於畢業當初。好嚟，撒下來。兩重發，帶來強版。好嚟，彈過啦哈。來到了前。
浮桥上我莲啊，马上流光啊，铁树开又发，张团流情啊。两位主持人，廖太公哎哦，阿法国啊，啊，法國啊，哎呦，哦，下禮拜做個三副間強樣哦，哎呦，嗯，咁樣紫色嘞，有嘅色，我嗰樣紫色，對啊，我收過嘅啦吼。在等光大樓去，同樣啊紫色，哎呦，沒想到我們是情人裝啊，沒有，父子裝，情人裝，父子，真是女的。唔乜咁樣同阿太太買安尼強勢嘅衫服裝，有啦，浪漫一下，有啦，也有啦，也有哦，係，哦，啊規身從頭到尾全部強樣勢，按較少啦，較冇按係啦，我衫強樣有啦，我有啊，褲冇法度強樣啦，哦真係，係啦，啊杜康嘅褲啊，唔係啦。伊啥喺裙啊，伊啥喺褲啊，係啊。哦，一對的啦，配好的。配好了。哦，哎呀，他也會那麼浪漫，看看露色的。喂，拉又會搞。啊，拉又會搞。還拉又會天書準備啊？誒，會啦。哦。會啦哈，哎呦呀，真係啊，哇，要退休嘅哈，哎呦，生也有好。哦，衝山過要衝一陣間好。係啊，全部要條路好做，而且是放心啦。哦，無限時間就會移民也去衝過嘅，衝過練衝過誒。下期誒下話做志工了得啦。哦喲。做嘛志工我做嘛個？從幾件新埔嘅法典比賽，挨落去聽做法典也到體育名。啊！原來聽唔曉得咯。係，個國家挨來做啊。嗰法典全部動態呢，係嘛？係啊，國家你唔會貶值嘅國家啊？係啊，本身做乜個條路嘅啊？我較以前係做技師做鐵工嘅啦。哦，鐵工啊，哦，鐵工綁鐵有嘅冇嘅係啦。哦，難怪哦，鐵名啊。哦，係。哎呦。新埔嘅法典超有名咧。係啊，哇，厲害咧。看唔出來，挺厲害哦，有藝術的眼光。才能難到啊！哎呀，手巧啊！真的。好啦，安尼你看一下欣賞對人嘅公平啦，嗬。秀鳳先生，好，你重發欣賞吼，唐人歌嘅當享受，比賽所唱安尼，當穩，用平常心吼。今比唱嘅吼。暗地按樣板來尋嘢缺點啦吼，你唱來當平順，我講如幾好，也唔係講幾好，我講如快冇快，但是啊吼，就小可，你唱那個山歌嘅時節吼，還係有一點韻味，就你嘅家講嘅唱返鳥語，嗰啲口氣家吼，你就多多去欣賞別人嘅優點。吼，你去截取別人嘅優點吼，韓國比賽時節啦吼，你用兩個故詞去唱嘅，盡量冇挑戰，你盡量本人去啊每一關啊吼，當穩那個拿分數，按樣型比賽，這個就冇緊張，本人談到吼，也當知道當輕鬆當快樂，當自然嘅，我希望就安尼慢慢嚟見下去，我相信會得到很好嘅分數，好加油。哦啊，係另外一位。葉老師。好。好，廖太講吼，佢比從你係評判，講實在我感覺談起來，唔會容易緊張吼，所以就像你係聽先生佢講嘅吼，談起來當輕鬆，係講正經本意建議就係，因為你唱嘅你係三個吼，事實上就係應該咬死可能上是進步嘅為所就係，比如講遇到時候佢會念到下清楚嘅。好，上次可能你係學注意從你倆數歌詞吼，可能浮橋吼嘅浮，吼了就是嗰個鐵樹嘅樹，
吼，因为俩两只司机的是爱咬下很到吼，韩讲伊个戏爱落去保持好，和伊个反应就会下清楚吼，所以就会像安样应该是，我想伊系做得落去从头喊下清楚来，我想伊从三个运动甲人民表现会更来更好，是梦伊。谢谢。好，安子谢，来看一下这个分数。你好出牌的分数。来。谢谢。分数实在是很好的哦，恭喜恭喜！哎呀，应该过关没问题了哈。好，谢谢。安子谢，恭喜！来回座休息。好，目前有7位的参赛朋友，今表赛期6位，有1位要离开安尼也拜也一个月安尼比赛哈。哦，来位咧，有2位同分的呢。哦。总分加起来，共用183分的2位，伊个迄王书杰，伊个杨凤琴。哦，毋过猜礼拜分数迄个是较高的，较高就留下来，较大做专业。哎呦，我讲你就系。所以我来运气出来呢吼，上礼拜王书杰91分，下礼拜92分，上礼拜杨凤琴92分，下礼拜煞变到91分，所以下礼拜。对杨凤琴较歹势啊，就签字淘汰啦，歹势冇办法进入6强，失礼，哈，哎呀，恭喜啊呢，个王书杰哈，继续留下来，进入6强，哈，冇进入咧，唔怕下一摆再过来拼，再来哈，恭喜6位，啊，进入6强，继续好好加油，恭喜，哈。好嘞，安尼今日安尼节目到呀哈，下礼拜就开始看那6强比赛了哈。安尼好唱歌的朋友啦，我相信很多。来报名的哦，报名专线0919388398，还有纯正天花0227778231。好，等一下他来报名了哈。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，因为呢，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欣赏，安子谢，谢谢。是梦长水仔，谢谢，恭喜留下来的朋友哈，谢谢。是梦小跳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。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，大家非常的辛苦，谢谢你们哈。下礼拜冇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。老爷打了，老爷空下来，拜拜。